奉主的名，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招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在主日的早上来到你的殿，我们充满欢喜快乐。愿你救赎的恩典再次的向我们彰显，你的爱触摸我们，让我们愿意改变，真心的悔改。你的宝血洗净且遮盖我们的罪，因此我们愿意甘心跟随你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也为着先进时代来祷告，是一个非常不安定的时代，到处有战乱、强暴、欺骗，也有极端的气候、地震、洪灾、瘟疫、疾病，这一切使我们处在极度的不安与恐慌当中。但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你的手中，所以我们会遇到不顺或者患难。我们相信你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宰，你会为我们开路，我们就凡事交托，愿你大能的手成为我们的依靠跟帮助。今天的崇拜当中，愿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也能从你的话语当中重新得力，愿意过属灵的生活，来见证主的名。这一切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诗歌敬拜，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新灵粮诗选44首，圣哉圣哉圣哉。我们仍然站立，让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子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起英文，让我们翻开诗篇15篇，这在旧约的548页。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经文，是会读上半节，弟兄姐妹应下半节。诗篇15篇第1节，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残绑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伙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方在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我们一起来，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公祷，我们为这以下的事情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在主日早上，众弟兄姐妹能够聚集在圣殿中，歌颂赞美你何等的喜乐。这个时候，我们要为着神的国度、我们的宗派、同胞肢体来向你祷告，为不列颠国家爱尔兰来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他们的国家百姓也能够更认识基督，我们为此来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中部教育区嘉义卫理堂，为着苏福全牧师来祷告，愿他们的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同工合一，身心健康，我们为此来祷告。我们也为着旧历年即将到来，台湾百姓大得平安，新年有新的盼望来祷告。我们也为着寒假期间老师跟学生们有很好的时间来安排，还有控管，我们为此来祷告。我们一起用主祷文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原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是圣道礼，我们请廖寻生姐妹来为我们读2段的经课，弥迦还有哥林多前书。
今天第一处经课是弥迦书6章1到8节，在教会旧约圣经1034页。弥迦书6章1到8节，教会旧约圣经1034页。弥迦书6章1节，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林争辩，使冈林听你的话。山林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1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生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第二处经课在哥林多前书1章18到31节，教会新约圣经180页。哥林多前书1章18到31节，教会新约圣经180页。哥林多前书1章18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因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上帝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以上是上帝的话。谢谢勋生。今天的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5章1到12节。马太福音5章1到12节，在教会圣经的第4页由思慧来读这一段。第5章第1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
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感谢主。接下来我们是颁奖的典礼啊。今天要颁发绿本结业证书，我们把时间交给献诗。好，我们先献诗，请诗班。
谢谢诗班。现在我们要颁发这一次绿本门徒的结业证书，我们请牧师。弟兄姐妹，牧师要跟大家来介绍我们在去年开始3月的时候，去年3月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门徒班绿本门徒班他们从去年的3月到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到1月底，就是刚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刚结束这个我们的课程那么非常不容易因为要撑1年的时间，然后每个礼拜要写作业，每一天要写作业，然后而且要在聚会的时候，要在上课的时候要彼此的讨论，这个是门徒的课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他们每个礼拜每一天都要写作业，每个礼拜都要来分享作业，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且持续了将近1年的时间。所以我们来为他们来颁发这样的奖项当然他们真的有付出各位如果有机会看到他们的课本上面写的密密麻麻满满的，所以等于我们在这样的课程当中也让他们来写上他们的灵修笔记，每一天有一样的进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人说我1年读不完圣经，其实是可以的，可以有办法读圣经曾经有人这样说，一个人跑得快，但是一群人可以走得远所以如果我们需要能够持续的能够走得远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一起团体的来这样的来一起读经。好，所以我们要为这几位的弟兄姐妹来颁发他们的绿本的结业证书好，那但是我先说明我们其实还有一本叫做红本我们总共卫理会我们有4本的门徒课程，有红色的，有绿色的，紫色的跟金色的。好，那但是呢，红色的本是基础版，所以基础版上完之后，绿紫金都可以随意上。那但是呢，我们按照这个顺序来上的话，我们的绿本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完成了第2阶段的这个门徒的训练，所以我们来为他们来颁这样的一个结业证书。那我们要请以上这几位我们的林老师、林继博老师，还有赵鼎哥，还有文曲兄还有我们的德宏，还有老师还有黎华，还有季贤，还有淑仪、秀薇、萧平，还有静心，请他们到台前来萧平因为他在结业那一天已经拿到了，因为他比较不方便过来所以他已经先拿到证书。那我们请这几位就先到台前来好，来转过来，对，好，来先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这几位的这个门徒的学员其实还有台上这一位了那但是他这个因为还没有修完，所以下一次那个我们在补修的时候能够来再上完所以我们总共本来有12位的学员，那感谢上帝他们都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课程跟内容。好，那特别林老师要特别介绍这几位，林老师林继博老师还有淑仪跟秀薇，他们是2度在上的这2度上就是他们已经拿到证书也拿到勋章，但是他们第2次再来念这个绿本，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每一个本的内容
不是你上过完了就可以结束了，就好像可以不用再上。如果你有意愿要再回来上，都可以的我们都欢迎大家再回来回训回来回训所以他们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律本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叫做扎根真道，深入世界。所以有人说律本很难读因为我曾经问过高雄卫理堂的那时候新会督了新牧师，那时候我问他，他说哇律本非常难，但是非常难的当中，所以会督认证过了非常难的当中，这几位把它完成了，这是最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要为这几位来颁发他们的证书那我们的干事很贴心帮我们把这个勋章放在上面来，林老师，这个是回训的好，谢谢。好，顶哥，好，哥，好，谢谢。好，曲哥来了。OK 的，好，再来。好，德宏，来，德宏。我们的德宏是我们的临时供应者。好，然后好，玉华师母的，好，谢谢。好，这个我们家师母也完成了这个会掉。对，再一张。好，谢谢。好，再来。迪华，好，没关系。对他有请假身体不舒服。好，逸贤，这个先讲一下，这个是跨级生他其实红本还没上，他就已经上完了，所以他还要再回来上红本好，谢谢。好，秀薇姐，这个也是回训的，对，回训的好，静心来，好，你看我们的办公室的同工也来上课好，谢谢。好，我们再一次的拍手来这个欢迎他们进入门徒的世界里谢谢。好，谢谢，请回座，谢谢。好，那我们因为有几位他们有请假了，那特别像那个淑仪姐，她现在人在以色列所以她已经到现地去勘察了，已经到这个圣地去了解所以我们也为她祝福，希望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我们对圣经更多的认识，对上帝的真理更多的了解谢谢。好，接下来是正道请我们本堂牧师伟文牧师，今天的题目是找到真心真正的福，内心真正的福好，谢谢。有听过人家说坐下去还没坐热就要上来了吗？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过旧历年前我们有一点时间可以来讨论福这个字。好，所以当然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事情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的提醒，还有让我们能够知道福是什么。好，但是在我们进入正题以前免俗的，我们还是有一些工商服务的时间好，跟大家讲一下代替办公室来做一点报告。我们的这个1月的第1周的这个我们的大合照只剩3张了只剩3张了，所以请还没有拿到的弟兄姐妹赶快来拿取因为我们只剩3张了，没有办法再多了这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所以如果你已经这个有拍过照，上面有你的这个人在这个上面，你想要找人在哪里我们可以赶快跟办公室来索取，只剩3张，所以请大家来尽快的来跟办公室来索要。那对不起，超过3个以上我们就没有了超过3个以上就没有，那就可以请借别人的来看一下所以请大家来把握这样的一个时间来领取我们的这个照片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回忆当中碰到我们在2026年的1月，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的聚会，一起的拍照，上帝来祝福我们。那另外的一个
工商服务时间，就是我们要帮这个神学院做推广啊。我们自己宗派的神学院卫理神学院在我们的教会开了这个班开了一些的课程。好，那这个叫神学院在我家了啊，就是我们可以不用到台北去上课我们可以来到荣光堂，来到教会我们来上课而且我们也不用跑到其他的神学院去，我们就在自己的教会可以上课所以我们有一个信徒的神学教育，那里面有很多的课程那当然也有线上的所以也欢迎大家来报名。如果你想要来上北部的课程，上面都有好，那大家可以看。那如果你看不清楚，其实我也看不太清楚字很小。但是呢，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电子档给大家。那但是要主推的是，在我们这里开的这个课程叫做自我认识，在基督里的自我形象。好，那这个课程叫做自我认识了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加尔文。加尔文这样说，他说：“你要认识上帝，你就认识人；你要认识人，你才能够认识上帝。所以，当你要了解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自己的有限。那你从自己的有限，才能够了解上帝的无限。了解自己是一个罪人，才能够知道上帝的赦罪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也期待弟兄姐妹对自己有一些的自我的认识这是周淑清老师来开的一个课程。”那我们上次有讲过，我们教会有位叶淑清老师这个弟兄姐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来找我们的叶淑清老师。那我们这个课程是周淑清老师来上课所以我们也请大家来参与跟来报名这个课程尽快的来报名，因为3月初马上就要上课了所以春季班请大家来报名。那至于内容里面需不需要缴费或者是你可以是可以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里面比如说你可以是那个年纪或者是你的这个学历。提醒我说好像这个声音没有了好像这个怪怪的，所以我们就回到讲台里面了好，所以我们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叫做找到内心真正的福。那因为我们在讲福的时候，我们的华人最喜欢讲福气但是要讲福气之前，先要讲身体的健康好，各位，如果你看到这个图的时候，应该会发现这个图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正夯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个最近应该各位会看到一个最新的这个叫做健康指南里面当然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了所以要好好的保守身体的健康。好，那我们的新的一个健康指南里面特别会看到一个叫做倒三角形的一个状态。那以前过去是一个这个叫做金字塔形的下面的那一区会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米饭淀粉会吃的很多，然后中间的大概就是我们的蔬菜水果要多一些然后肉少一些，鱼少一些，然后这些油脂类的就更少。我们应该是有这个看过这个样子的一个三角形，但是它现在有一个新的标准叫做倒三角形。那倒三角形是什么？它要让我们能够少一些东西。那少了什么？少一些这个淀粉类，少一些的这些的这个就是比较这个五谷类杂粮类也要吃，但是不要量多，然后往上面蛋白质或是其他的多一些。所以现在的很多的这些的内容都在告诉我们说，吃原形的，吃健康的食物。我指的原形不是那个圆圆的那个圆形是原来的那个意思，原形的食物好，让我们可以能够恢复以前早期的这样的一个饮食的方式，是可以健康的，是可以让我们可以重新来恢复身体的状态。其实它所有的概念就是回到那个最起初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学习回到最起初的时候，最起初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祝福跟美好，让我们能够回到那样的状态里。
愿上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些吃喝饮食的上面，我们也能够看到怎么样来保养我们自己的身心灵。愿上帝来带领。好，所以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刚一直讲到身体的健康，但是其实我们也需要注意心理的健康啊。那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健康的报道里面提出来的。他说好心态就是续命剂啊，所谓好心态就是续命剂。他说内在的气候能够决定你的健康，也就是你的情绪，你的里面内在才会决定真正你的健康。我们外在有这些的食物可以帮忙，但是我们内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好的情绪，好的一个状态。那当然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一天都能够顺利了啊，即使每一天顺利，可能也会有很多很枯燥的情况啊。像这个阿拉伯人就这样说，他说如果每一天都是晴天的话，就变成沙漠了啊。所以当然不能每一天都晴天，那但是也不能每一天都下雨天了啊。所以如果每天都下雨天，就变成什么？洪水泛滥了，对不对？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内在的这个气候求主来掌管跟管理。我们说耶稣是主，那么我们让主耶稣真正来管理我们的生命，真正来管理我们的情绪，真正来管理我们内在的健康。所以愿上帝来带领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读圣经祷告？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回到神的里面，回到那个原点里？因为让我们回到让上帝管理的状态，让上帝来带领我们在前面的道路上有他的引领。好，所以我们刚一直提到福啊，要跟大家介绍这个字。福这个字在华人的世界里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字。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喜欢福气。好，那一般大家都会知道上面这个字就是士加上一口田，这个就是福气的意思。好，但是事实上很多人把那一口田当作是一口田，其实不是啊。中间的那个口其实是什么？中间的那个口叫做井。都知道以前早期水井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资源啊，所以你要有一个水井，要有一块田地可以种植，那个就是在华人认为的福。好，但是事实上，如果你回到古字里面，其实华人的字里面汉字里面有很多一些的让我们很惊讶的，是跟我们的创世纪里面有很多的类似的东西哈。好，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福这个字的我们这个下面这个地方。好，各位会看到有一个 T 字形，那个就是是，那个就是上帝的意思。好，那各位的最左边的这个字上面有3点水，对不对？然后旁边有一个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的地方。好，那请大家看中间这个，它一样有提到有一个 T 字形，对不对？下面有什么？有手，手上面放着什么？一个瓮，瓮里面有什么？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早期的人他们知道酒或者是肉是对这个东西是最好的，所以他们都会用酒或是用肉来当作献祭。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得懂这个字，那个3点水是什么？就是把那个里面的酒浇奠在上帝的面前，所以那一瓮的里面的好东西浇奠在上帝面前，就是福的意思。好，所以福气是什么？各位，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有福气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是有什么福气？敬拜上帝就是福气。能够了解意思吗？把酒倒在上帝面前，把这个肉倒在上帝面前，那个就是福气。所以你现在在做礼拜就是什么？就是福气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福气的话，我们在做礼拜的当中，你就正在经历那个祝福的里面。所以愿上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来理解福这个字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当我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这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事情。好，所以为什么要把它连结在这个地方？因为今天所要讲的内容，那个8福，虽然很多人都背过，很多人都知道也了解里面的内容，但是我们要重新来思考里面有哪些是我们漏掉的，
有哪些是我们没有去注意到的？跟我们的崇拜有什么样的关系？好，那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天国的概念跟上帝国的概念是一样的啊，是一致的。那以前的早期的人，他们因为不敢直接称上帝或是称耶和华，所以他们都用天国来代表。所以犹太人用天国来代表上帝的国，或是来代表上帝同在的那样的一个意思。好，所以在天国的里面，其实我们也知道，在世界上没有地方叫做天国这个地方。所以耶稣曾经说，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好，但是各位，我们有没有可以类似天国的地方？其实是有的啊。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各位，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叫做预尝，叫做尝那个天国的滋味是什么。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说，我跟师母有时候我们会去那个 Costco 去逛街，不一定会买东西，因为东西很贵很多啊。但是我们会喜欢去什么？有时候会去尝一下那个试吃品啊。各位，如果你有去 Costco 的话，你会发现，哇，有些那个牛排啊，它好好吃哦，然后内容让你会觉得，哇，排着队，哇，那排着队，好多人在那边排队，然后要吃到那个试吃品，然后吃，哇，好满足，大家都觉得好满足。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叫做试吃，叫做预尝，但是它是不是整块的肉？不是啊，它不是整块的，它只是一小块而已。所以那个一小块的东西叫做预尝，叫做尝试着。好，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就是在预尝天国那个样式是什么。好，如果各位有这个概念进去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今天的八福在讲些什么了。好，所以今天我们的登山宝训里面，今天我们讲的登山宝训的主要的内容是在八福这个里面啊。当然，登山宝训还有很多的内容。登山宝训里面的耶稣刚开始的时候讲的这8种的福气，都是我们会常常看到的，甚至我们会让主日学生会去背诵的啊，或是我们刚初信主的时候，也许有人会带我们来上这样的课程，来知道怎么样去读这个8福啊。好，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一件事情，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虽然是靠信心得救，但是事实上我们的行为也很重要，因为你的信心而带出你的行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来教会只要信耶稣就好，你的信耶稣是怎么样去实践的。所以我们刚刚的律本的同学，律本的学员，我们也都知道律本有一个很重要的 slogan，一个话语叫做什么？叫做扎根真道，深入世界。好，所以你在世界上，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怎么样去活出你的信心的行为？那这个就是你信仰当中的实践。所以我们今年的年度目标，各位如果看到我们教会的年度目标，会告诉你，我们叫研读圣经，活出真道。所以不是只有研读圣经，不是只有信心，而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信心跟你所研读的圣经，可以能够真实的，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跟行出来。好，所以我们要来请大家来看这个8福里面的内容，也许你都念过，但是让我们重新去思考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好，我们来看第一个祝福，他说什么？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想如果我们每一次到那个福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念好不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福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第一个福哈，一起念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各位在原文里面，原文的排列里面，他说 hockey 啦，hockey 啦，知道吗？原文里面它的排列是什么 ？hockey 啦，你看那个一般我们说那个，好像人家以为说那个台语很怂，其实台语很接近圣经的讲话哦。圣经讲话什么？福气啊，有福的人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各位，如果你看台语圣经的话，虚心的人他说什么？心来送凶的人，心里贫穷的人。心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叫做心里贫穷的人？就是觉得，哎呀，我还不够，我学的还不够，我还要再更多的学习，我还要更多的接受教导，更多的领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人才能够领受天国。他说，天国是他们的。
什么样叫做虚心的人？各位知道，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资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有这个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说啊，好像这个弟兄姐妹都这个好像越资深哦，我们好像这个越不太喜欢接受这个训练啊、装备啦哈。其实各位，当我们信主越久，其实我们应该心里越渴慕上帝的话，越想要寻求上帝的话。不是我们就好像越深的时候了解越多，越不想要去读上帝的话。其实上帝的话是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读的，而且都好像新鲜的这样的消息给我们。上帝要给我们新鲜的消息，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啊，我已经信主多年很久了，所以我就不用再学了啊，很多东西啊。以前我记得我在另外一个教会牧会的时候，曾经有几个姐妹跟我讲，她说弟兄姐妹跟我讲，她说牧师啊，不要再培训我们了，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很多东西都知道了，所以不用再培训我们了啊，这个让这个新的年轻人去受培训吧啊，当然很好，让我们的年轻人让新的人去受培训，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认为你都知道了，那么恐怕我们就不是虚心的人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每一天都是新的。耶利米书说，每早晨都是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经历到耶稣他说，每早晨、每天都是新的，你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上帝的话，每一天都给你的是新的东西。上帝要给你的是新的。好，第二个福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一起念来：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的人有什么内容跟意思在台语圣经里面，哀痛的人他叫做忧闷的人，心内忧闷的人，心里面忧闷的但是请大家要区别是忧闷，不是忧郁哦。心里面忧闷的人，就是心里面怎么样忧闷，常常觉得哎呀，我怎么会这个没有去关心到别人，怎么应该做的事情我没有去做，怎么应该要去关心的没有去关心，怎么应该我要去去付出爱心我却没有，常常为这样感觉难过，觉得自己怎么没有去关心这个社会上的需要，怎么没有自己去看顾当有软弱的人，我怎么没有去安慰他们。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哀痛的人是不是你？还是这个所有的事情都不关我的事情？各位知道以前有一个词叫做什么？叫无感。无感就是什么？就是我没有感觉了。这个人发生什么事情跟我没有感觉，那个人发生什么事情跟我没有感觉。哀痛的人是有感觉的人，忧闷的忧闷的人，这些人他们是有感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人他们的特质，他们为什么会蒙福。上帝说这些人是有感觉的，耶稣说这些人有感觉的，他们能够为这些不义的事情，为这些事情感到忧闷，感到难过，感到忧伤，看到人的需要他感到忧伤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对人是有感的。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祝福我们一起来念第三个祝福，一起念来：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刚刚我们说福这个字有一口甜，对不对？所以犹太人他们对于这个有土地，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为能够承受地土，代表能够承受产业，代表他们是蒙福的。好，所以华人说有土斯有财，意思就是我有土地，我就能够有财产了，我就能够有这些的生产工具。所以犹太人也是一样，对他们而言，去领受这个产业，去领受这个土地，是代表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产业可以来拥有跟延续。好，但是请大家来记得温柔这个词在我们如今现在的世代里面其实是很负面的。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人认为说温柔就好像没有骨头软骨头好像人家欺负。有没有听过台语有句话讲叫做软头深骨？有听过这个话吗？软头深骨什么意思知道吗？就是土很软，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一直挖它。所以有很多人都以为说温柔好像是这个意思那请大家看一下
这个图，因为我觉得让大家能够了解，其实温柔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没有骨头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这里说柔软不是没有原则，而是不轻易受伤，也不伤人。好，所以温柔真正的定义是什么？温柔的定义是我能够控制我的力量，我能够控制我的力量，我不会去伤害别人，我也不会让自己受伤。所以真正的温柔不是你好像一直在退让，不是的，而是我不会去伤别人，但是我也不会让自己受伤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原来的意思里面，温柔不是叫你当一个没有骨头的人，温柔的人是我不会受伤，我也不会去伤害别人。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你的温柔是你一直受伤，还是让别人一直受伤啊？有很多人的温柔是什么？叫做柔性的掌控啊，这个叫做或者是有一个词叫什么？叫做情绪勒索，有听过啊？这个没有很强迫，但是一直告诉你说，哎呀，你亏欠我了，你亏欠我了哈。那个都是叫做不是真正的温柔啊。温柔是什么？不伤人，我自己也不会受伤啊。好，我们再来念这个哈，我们一起念来。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好，什么叫做饥渴慕义？饥渴慕义就是义要把它想象成是对的事情，对于对的事情，对于好的事情，对于正确的事情。他说饥渴慕义是什么？好像你渴慕到一个状况是，我想要一直去做。都会知道，如果你口渴的时候想要喝水，或是你肚子饿的时候，你第一个会去做什么？找水啊，对不对？饥渴慕义，找水嘛，找水。当你渴的时候，你想找水；饿的时候要找食物，那样的一个迫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对于做对的事情，对于做正确的事情，有没有那样的迫切？那个叫饥渴慕义。当你能够这样的迫切的时候，耶稣说，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当你迫切的、一直持续的想要这样去做的时候，我曾经跟弟兄姐妹们讲说，我在这个当然尽力了啊，我不能够说每一次都是这样，但是我有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我如果可以的话，我都尽力的能够去买便当的时候，都尽力把自己的便当盒拿去买，对不对？好，然后呢，当然我希望能够对环境保护做一点这个贡献啊。可是各位知道，其实你持续去这样做哈，当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你这样做，但是持续坚持不断，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啊，当然也是会有人会跟我讲说，哎，你这便当退来，我不要给你带，他那个店家他不会装这种便当，但是呢没有关系，我们仍然知道它是对的，我们就坚持的去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于对的事情，对于正确的事情，应该要持续去做的，我们应当这样持续的去进行。好，我们再来念这个连续人的人，好，我们一起念来。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好，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在台语圣经讲叫做怜悯人的人，怜悯别人的人是有福的，怜悯别人的人他就可以得到怜悯，可以得到连续跟赦免。现在的世代里面有很多这个叫做刚刚讲的叫做这个逼迫，新的逼迫跟压迫，包括在工作上、职场上，或甚至人际关系里面的逼迫。当我们受到这些逼迫的时候，我们是用同样的方式再去逼迫别人，去比我们弱的人，我们再去逼迫他，还是我们可以给别人有一些的怜悯跟恩典？很多人说我感受不到上帝的怜悯、连续跟恩典的时候，那么让我们回到我们对人，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连续跟恩典？当你能够对人有连续，当你能够对人有怜悯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那个怜悯是什么。很多人说我没有感受到上帝给我的怜悯，上帝给我的连续，因为我们也没有这样去对别人有连续。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对他是高要求、高标准呢，还是我们可以接受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我的孩子不是一定都要考上雄中或是雄女，我的孩子他可能也许考上别的学校，但是我可以怜悯，可以接受他。上帝将来还是要用他，
上帝将来还是会给他有机会。我们有没有常常给人有这样类似这样再一次的机会？不是他做错事情就是把他打到底的，而是我们有给他有再一次的机会。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给予人有这样的一个连续。好，我们接下来来看清心的人，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清心的人，一起念来。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好，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我们台语堂有一位姐妹叫清心，所以这个名字很好，清心啊。好，但是各位知道清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知道吗？清心原来的意思是专一，专一。专一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对什么专一？对上帝专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看见上帝的话，那么你要在上帝的面前是专一的。你要能够看见上帝，就必须是对上帝是专一的。当你不是对上帝专一的时候，当你还有别的代替上帝的时候，那么就不是专一的。圣经上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东西我们常常拿来代替上帝的。曾经我做这个婚姻辅导的时候，曾经有遇过有一个年轻人，他这样说，他说，哎呀，这个女孩子我喜欢，可是另外一个女孩子我也喜欢，我怎么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叫不专一，知道吗？专一是什么？就是她就是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子。所以专一的意思就是只有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说好像信耶稣你们基督教很专制好像只能够信一个上帝。其实那个就是专一。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那专一就是真正的爱他，全然的爱他，而不是有别的或是有多其他的。所以清心的意思是全意的、专一的来爱上帝，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那样的专一的里面来爱上帝。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9节的地方最后的一个福气，我们来看第9请念来对不起，倒数第7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好，使人和睦的人是什么？记得上次牧师教大家一个词，有没有？叫做 shalom。shalom 是什么？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使人和睦就是 shalom。 所以和睦的意思就是使人可以有平安，或者是叫什么？叫做两个正在争吵的人，你能够把他们拉在一起，能够让他们和好，那个叫做和睦，叫做平安。所以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什么？上帝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包括我们让别人可以和好，让人跟人之间可以和好，那个都是叫做使人和睦。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另外一个和睦是什么？如果有人跟上帝的关系没有和好，跟上帝的关系不好，如果有人不认识上帝，跟上帝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能够把他跟上帝连在一起，把这个人跟上帝可以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叫什么？那叫和睦，那叫 shalom。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shalom， 上帝使我们和睦，上帝使我们成为他的孩子。所以成为上帝的儿子重不重要？重要，因为耶稣就是让我们跟上帝来和好。我们现在不用在这边杀牛杀羊，不用在这边去做这些的祭祀，因为耶稣为我们成为和睦，耶稣把我们跟上帝拉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能够跟上帝有连结在这个地方。好，所以这个叫使人和睦的。好，最后一个福，我们来看一下第10节一起念来。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所以刚刚记得那个义是什么意思，知道吗？义是对的，是好的。你为了对的事情，为了好的事情，然后被逼迫了。有人因为你做对的事情，有人因为你做好的事情来逼迫你、伤害你，让你感受不舒服。耶稣说，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你说哪有这样的事情？被逼迫还能够叫有福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被逼迫、被伤害，因为做对的事情被逼迫、被伤害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个世界容不下对的事情跟对的一个状态。所以当你被逼迫的时候，千万不是负面的去思考说，好像我是被做错事情了一样。有时候你不是做错事，是你做对了。有一个年轻人也是这样跟我讲，他说：牧师，难道是我说错话，所以才让我的长官不喜欢我吗？我说不一定啊，有的时候可能是你说对了，说对了。好，所以为义受逼迫是什么？你做对的事情，反而被人家来迫害，反而被人家来伤害。他说你是有福的，耶稣说你是有福的。好，所以要请大家回到刚刚提到说天国的浴场，教会是天国的浴场，那个是什么？你看到的这些特质，只有在哪边才看得到？如果你要回到教会里面的话，你才看得到，在教会里稍微看得到有这样的内容。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些内容，这8种福气在当时罗马时代里面是叫做不入流的，不是主流的一个内容，它不是当时的人的思想跟观念，因为当时的人的思想跟观念跟我们现在很像。各位知道有没有听过，在商业当中有人说，不是要当那个小绵羊，要当什么知道吗？要当野狼，要有狼性，哇，要吃了别人，要伤害别人，让自己可以得到好处。很多人的想法是这样，所以你在世界上是找不到这8种福气的。但是在天国里，耶稣说在天国里，天国在哪里？教会不完全是天国，但是教会里面可以尝到天国的滋味。所以这8种福气你都可以在教会里面可以看得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要让我们能够去看到教会跟外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上帝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有一天当我们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要给我们的那样的一个 feedback， 那个回报是超过我们想象的。上帝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好，我们来看一下彼得，他也是这样来见证耶稣的门徒彼得他做什么？我们来看彼得前书4章1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4章14节，一起念来。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所以有没有看到有福啊？有福的，为什么？为基督的名受到辱骂。弟兄姐妹，牧师昨天去参加庞牧师的丧礼，这个告别式。各位知道，其实原本我不是很想去的，为什么？因为我很早就已经知道说去那边除了人很多那个场合人很多以外，我也会见到一些我可能不想见到的人。要跟大家讲实话因为千万不要以为牧师是圣人，其实牧师也是心里面有很多交战的当我看到一些我不喜欢的人，或是以前曾经跟我有过节的人，曾经跟我有一些对我有一些伤害，包括曾经是我的长官曾经是我的这个指导者的这些人，他们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特别是如果他又坐在我的旁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就是真正信仰的实战的时候。感谢上帝让我能够在去那边的时候，虽然我看到那些跟我有过节，虽然我看到那些曾经跟我有一些让我有受伤，让我难过，或是我们曾经有过一些摩擦的人，然而在那个场合的里面，我们彼此的问候，甚至有一个人他就紧紧的抱着我，其实我跟他关系不甚好，我曾经被他伤害过，但是呢，感谢上帝让我可以在那个当中没有任何的波澜。我所谓的没有波澜是和好，并不是代表说你一定要跟他恢复到什么样的关系，不是的，而是当你可以心中不再怨恨他了，你心中不再去觉得他对你的伤害让你谨记在心，你一直无法放掉他的那个状态，那么你就已经胜过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即使你可能受到逼迫，这些人可能曾经伤害你，但是他下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还是跟你一起在同样的环境里，或是在同样的场合里，
或者甚至是跟你嬉皮笑脸，跟你做任何的这些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心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些的叫做想要去报复他，或者是要去报复回来伤害他。当你能够平静安稳的时候，那么就是表示神的灵住在你的心里面。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当你心中不再有这些波澜的时候，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平静安稳，因为上帝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上帝掌管一切，虽然可能有很多事情不是你所喜爱的，但是上帝掌管一切。我们要相信上帝掌管这一切。真正的福是当我们能够认识上帝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是牧师的修养好，不是。我的修养我知道自己没有很好，其实我也很想扁人啊。但是呢，当这些人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很感谢上帝让我可以心里平静安稳。所以愿上帝带领我们真正认识上帝才是你最大的福。好，所以真正的福是什么？我们来看这几个重点。第一个，基督徒的福是寻求天国临到的实际。所以天国临到是什么？天国临到就是上帝真的在你的心里面，上帝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国，上帝没有同在就不是天国了啊。所以真正的福分是跟上帝的性情有关，而不是我们的感受。所以刚刚提到了，虽然我感受不好，但是上帝与我同在，让我可以能够胜过那样的感受。真正的福，上帝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这地上投资的都会过去，那么我们只有投资在永恒的才是永远的。第二个，基督徒的福是用基督的眼光来看人，我们不是用自己的眼光来看人，人会让我们失望，人会让我们不舒服，但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人，总会存着盼望，总会存着希望的。所以以基督的眼光来看事情，以基督的心来体恤人，用基督的灵来祷告，那么我们活在基督里，基督就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看圣经里面，保罗常常提到，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用耶稣的眼光来看。所以基督徒的一生都是活在上帝的同在中。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活在上帝的同在里。第三个，基督徒的福是用基督的心来对待人。当我们对待别人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人？让我们用耶稣的心来对待。所以刚提到了，不要后悔对任何人好。也许他不见得那么好，我们对他好不是因为他真的那么好，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够好。我们在上帝面前，上帝看我们为好，上帝看我们为宝为尊，上帝看我们是好的，所以我们也能够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人。不要后悔对任何人好，因为有上帝的同在，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永远不要失去盼望，虽然有些人会让你失望，但是永远不要失去盼望。上帝仍然带领我们，让我们对人是有盼望的。所以最后我们希望上帝成为我们的祝福。虽然我们不一定每天都这么喜乐了但是求主带领我们。刚提到那个健康的那张图，心里面的好的气候会影响你的健康。那求主带领我们我们常常有一首歌在唱，叫做好心情愿你有个好心情，对不对？好，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但是让耶稣来帮你做，耶稣来带领你，耶稣来引领你做这个事情。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故事很好玩，有一个主日学老师来问他的学生说如果这个有一天如果魔鬼来敲门来到你心门前敲门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如果试探来临的时候，你该怎么办？那这个主日学的学生他这样回答，他说：那我就让里面的耶稣去应这个门呢，让我里面的耶稣去应这个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魔鬼来试探你的时候，都快要生气了，让耶稣来爱他，让耶稣来爱他。我爱不了这个人，那么让耶稣来爱，让耶稣来在我的里面爱他。如果你能够爱这个仇人，那么就是耶稣所做的。耶稣所做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如果你能够饶恕跟原谅别人，那就是耶稣做的。愿上帝来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时刻，能够来领受这个祝福。这8种祝福靠我们自己做不到，唯有依靠你丰盛的恩典。你在我们的里面活，
让这8种福气都临到我们的身上。感谢你，我们相信我们要过旧历新年，我们也都希望蒙福。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蒙福的人，以至于我们也能够给予别人这样的祝福。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牧师的分享。好像今天的题目跟我们一般的直观差异很大。我们可能认为说是真正的夫妻可以拥有财富拥有权利，但是我们相信这些福气可以让我们跟上帝关系建立得更美好。好，现在要开始圣餐礼我们一起来打开新灵粮诗选300首，我们唱第1段，与主合一。请起立。主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并被乃主自己为我舍离，主亲手过这地，主亲自地责备，我是何者明黑，与主合一。弟兄姐妹，请坐。曾经有一位牧师他跟我讲，他说叫我乖乖的扒在讲台上。那我有跟弟兄姐妹解释过因为我说我会紧张，所以我说这个怕这个抓着桌子，这桌子会抖所以我就走一走，这样才不会紧张。但是事实上证明我还是可以站在讲桌上面讲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可以突破的，不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上帝恩待我们，当我们有上帝恩待的时候，我们凡事都能。所以你的能不是你的能，是神在你的里面能。神在你的里面，让你凡事都能。上帝帮助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到。我刚刚提到了，真的你看到那个人坐在你旁边的时候，真的那个人坐在我旁边的时候，我该怎么办？不知道，我要不要跟他打招呼呢？要不要跟他握手呢？好难，好难你知道以前恨他恨到什么程度？他的手伸过来都觉得很脏。可是昨天当他手伸过来的时候，我要跟他一起握手。不是我做得到，是神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出好的，不是我，而是神在我的里面。愿上帝来带领我们。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与我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我们一起来同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圣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痛恨我们自己的行为，俯心自问，十分忧伤。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
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为要救赎我们，曾发大慈悲，使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恭敬伏求慈悲的天父，应允我们的祷告，赐恩给我们，使我们遵着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纪念他受死遇害，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杯，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我们一起来读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请陪参的同工到台前来。弟兄姐妹，我们等一下一样，我们会由我们的年轻人帮我们喷上酒精之后，那我们再到台前来领。那当我们的同工们来到台前之后，我们领了饼沾了杯之后，我们就回到座位上，我们就吃了，回到座位上，然后为自己祷告。如果你还有过不去的人事物，求主带领，让我们能够靠着主，能够来得胜。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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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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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让我们就到台前来领受这个饼杯。这个饼杯代表的意义是耶稣的身体与宝血，也代表我们在基督里是合一的。我们共用一个饼，共用一个杯，愿上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我们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让我们安静在我们的座位上，将我们的右手放在心上，让我们在灵里也领受主耶稣的圣体与宝血。你已经信耶稣了，但是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欢迎你用这样的方式来领圣餐，让我们在心里来领受，让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能够来得救。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虽然你已经信耶稣了，但是你还没有受洗，我们仍然欢迎你用这样的方式，在灵里面我们来领受圣餐。上帝带领我们，他乐意让我们能够来分享他的属灵的身体和宝血，让我们在灵里面来领受这个饼杯。这个饼杯在过去是爱宴，是彼此之间的互相的交谊跟交通，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彼此分享，彼此饶恕，彼此得到劝慰，彼此得到赦免。在爱中我们彼此接纳跟包容，在爱里面我们彼此可以成长。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后面还有那个孙妈妈，录的是我的吗？还是没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事物，求主带领，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我们立下一个心愿，我们愿意来原谅跟饶恕，赦免他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曾经所做的这一切。让我们一起来同颂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我们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我们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
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好，我们圣餐礼到这里。好，回应礼，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新灵粮四选300首第2段，与主合一。请坐。奉献礼，请司献的同工到台前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奉献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丰富无缺。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个时间，我们要把我们从你所得到的奉献一部分在你的台前，求主你使用悦纳。感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向主献成歌》。差遣礼，我们先介绍一位新的朋友，梅英琪姐妹在4楼，我们欢迎你，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哈。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在唱第2段的时候，大家起立拱手问安。耶稣
请回座。好，我们现在就报告一下教会的消息。教会消息欢迎第一次参加本堂崇拜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今天呢，主日完了之后，会召开司会同工培训以及事工讨论会欢迎有意愿了解司会服事的或者预备参加司会服事的弟兄姐妹可以参加这一次的这个讨论会。我们再看一下第4项，2月7号，就是下个星期六，总会南区会有总会南区会有的座谈会，会在高位下午2点半会邀请讲员谈论的是关键面对教会未来的趋势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那下一周呢，主日将召开2月份的执事会，请各部门执事留步参加在这个会中也有总会的财务主席，还有产管组长列席参加所以到时候希望是说本堂跟总会的同工有一个很好的连接跟配搭。在2月15号是本堂的新春礼拜，新春礼拜是在2月15号当天呢是国台语联合崇拜请注意一下，国台语联合崇拜是在上午的9点半开始聚会，请弟兄姐妹注意这个时间。那天有启丰牧师来证道，那会后呢也有祝福发赠祝福的红包，也邀请弟兄姐妹前来领取这个祝福了。另外再报告一下，就是在新春连假的时候，就是从2月16号到2月20号星期五会堂还有办公室的都会暂停开放。那连结期间呢，请外出的弟兄姐妹注意安全那也在其中如果是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拨打牧师的手机或者 LINE 的讯息。然后15年的春季的制服艺人学院呢，在热烈的招生中请为老师预备还有报名的状况来带到这一期的这个制服学院呢，其实很丰富也开设了很多新的班级，还有副班的课程请大家可以参阅。那红本门徒呢也开始报名了，是在3月14号上午9点半开课。那请有意愿的向这个潘慧珍传道来报名，他是这一次的红本门徒的导师。卫理神学院刚才牧师也介绍过了这个新的课程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参加报名。也为着教会的复兴守望请弟兄姐妹能够参加周四的实体查经祷告会。牧师还有没有特别的报告？这边做一点这个简单的补充我们等一下的这个司会训练不是只有司会同工或者是你有服侍司会的同工才
才参加，或者是你要培训，不是只有这样。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要知道教会里面的一些的程序啊，一些的私会的程序步骤啊，包括比如说有人以为说今天这个牧师为什么袋子是绿色的啊？是不是因为今天要颁发绿本门徒，所以是带绿色的袋子？不是啊，千万不要这样认为啊，是因为这个在教会里面都有颜色的代表，教会的颜色的代表都有它的属灵意义。好，所以如果等一下我们的这结束后的我们的崇拜的这个私会的训练啊，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我们也欢迎弟兄姐妹可以留下来参加。那当然如果你能够愿意来参与服事跟侍奉，那我们也欢迎弟兄姐妹真的要来上课来培训，让我们可以来接受这个私会的训练。真的千万不要以为上台容易因为上来真的脚会挫所以还是要这个为我们的私会同工来感谢跟祷告好，那我们也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的红本的课程的开课来祷告，那愿主来带领那刚刚讲的就是如果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可以能够一年能够读完一遍圣经的话这个红本门徒的课程是一个相当好的课程。那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好几位的红本的师资了包括我们的邵文兄也是我们的红本的师资，还有这个玉华师母也是那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辉真传道都是我们的红本的师资。那请弟兄姐妹我们来关心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那求主带领，让我们能够很认真的，我们很扎实的来上红本的课程。那天一弟兄也是红本的导师之一了那但是还没上完，所以他这一期要跟大家一起上这个课程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你要回训的，如果你是红本的学员，你上过了，但是要回训的，我们仍然欢迎大家能够回来上课让我们一起能够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将近1年的时间，9个月的时间的一起读经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读经小组求主来带领以上谢谢。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3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共尊。我有子愿，我父子请牧师祝福。这样的福气赏赐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祝福当中也成为使人蒙福的人，带领我们把这样的祝福能够传递出去，使人因我们得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请坐。订约，在订约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的事工来代祷。有病痛或者忧伤的弟兄姐妹，随时欢迎来电，牧师会为你们祷告。